謝修呢個名，對於後生一輩嘅觀眾嚟講，可能陌生。佢係82版《天龍八部》入面又自負又偏執、貴氣逼人嘅慕容復，係絕代雙驕入面白衣生樹、風華絕代嘅花無缺。近日呢位被業內人親切嗌修哥嘅老戲骨，出席香港能式博覽2026嘅一場講座時，淡淡咁拋低一句：我今年78歲，但我完全冇退休計劃，而家依然係一個全職演員。一個8歲出道，到而家已經係演藝圈捱咗成70年嘅藝人，係78歲高齡仲可以氣定神閒講出呢句話，需要嘅唔止係勇氣，更加係一種凌駕喺歲月之上、近乎殘忍嘅凍齡。謝修原名陳碩洲，佢踏入演藝圈嘅方式充滿個舊時代嘅樸素色彩。謝修嘅爸爸陳謝康係當年粵語片嘅編劇兼副導演。細個嘅謝修成日跟住爸爸去片場玩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對呢個五光十色嘅世界完全唔驚。個年係1956年，一個極度唔夠小演員嘅拍攝日，8歲嘅謝修被臨時拉去頂檔拍電影《駙馬炎子》，個係佢人生第一次出鏡，冇協劇，甚至唔使太多指導就可以將啲自亂嘅台詞講出口。作為童星嘅第一份片酬，唔係真金白銀，而係一碗擔擔麵加多支汽水。嗰份滿足感對於一個細路仔嚟講，遠比金錢真實。之後短短3年內，呢個靈氣逼人嘅細路哥一氣呵承接咗40部電影，係50、60年代嘅香港粵語電影圈迅速成為搶手嘅童星。不過童星生涯唔係得風光，係當年嘅粵語片行業，童星就好似被當成工具，拍戲佔咗大量時間，搞到佢喺學校好難專心，成績亦因此上上落落，甚至轉過幾次學。去到13歲，隨住年紀大咗，佢嘅角色定位陷入咗唔大唔細嘅尷尬位，係個個童星冇太多細分角色嘅年代。佢意識到如果唔返去讀書，自己嘅人生可能會走向另一條窄路。於是呢個早熟嘅男仔做咗一個驚人嘅決定，暫停演藝事業，返校園專心讀書。呢個決定係個個人人爭住衝入名利場嘅年代，顯得格外醒目。幾年後，謝修係聖約瑟英文中學畢業，粵語片嘅黃金時代亦已經慢慢失色。1972年，一個更大嘅機會擺喺佢面前，隨住無線電視開台，戲劇大師鍾景輝向謝修伸出橄欖枝，請佢加入 TVB 拍開台後第一部長劇《夢斷情天》。就咁樣，謝修陰差陽錯成為咗無線電視開過第一代演員。之後，屬於謝修嘅成年時代正式拉開序幕，從心有千千結嘅耿若塵到英雄出少年嘅洪熙官，再到1982年令佢徹底封神嘅慕容復，謝修憑住自己個古與生俱來嘅貴氣同英氣，毫無爭議做穩咗 TVB 當家小生嘅位。喺香港娛樂圈嘅名利場入面，戲假情真似乎係家常便飯，但對於謝修嚟講，呢樣嘢係佢身上從來未生效，甚至有啲免疫。謝修嘅感情史乾淨到令人難以置信，出道至今近70年，佢竟然係業內公認嘅零緋聞男星。所有嘅秘訣都源於一個佢19歲就認定咗嘅女人。1967年前後，當時謝修正拍緊《夢斷情天》，喺朋友屋企，佢認識咗一個朋友嘅細妹，一個得14歲，紮住馬尾，中意追住哥哥們問東問西嘅活潑女仔。佢個名叫黃裕麗。對於仲好細嘅黃裕麗嚟講，嗰陣一身明星光環嘅謝修只不過係一個要抬頭望嘅大哥哥。而謝修面對呢個純真嘅妹妹仔，起初都只係出於哥哥嘅照顧之心，但隨住接觸多咗，呢個女仔身上嘅純真同清澈，令謝修慢慢沉迷落去。兩人相差5歲嘅年齡差距，係嗰個思想仲算保守嘅年代，幾乎係橫喺兩個人面前嘅一道鴻溝。一個係見慣世面嘅當紅明星，一個係仲返緊學嘅清濕學生。為咗可以更靠近佢嘅世界，為咗可以解答佢功課上嘅疑問，已經離開校園好多年嘅謝修，硬係走去書局買翻一模一樣嘅教科書，每日拍完戲翻到屋企就專心溫書，只為咗第二日可以同個個女仔講題。兩個人嘅愛情長跑維持咗近10年，直到1976年，佢哋終於修成正果。
不過佢哋嘅婚禮搞得極之簡單，兩個人冇住西裝婚紗，冇帶排筵席，只係住簡單嘅牛仔褲，行去婚姻註冊處簽字。連註冊官見到呢對新人時都忍唔住笑咗出嚟，感嘆佢哋前衛同特立獨行。呢段睇落好求其嘅婚姻，卻成為謝修一生最穩固嘅港灣。婚後，謝修係外面拍戲搏殺，對住嘅從來唔缺如花似玉嘅當紅花旦，但佢有一道旁人無法逾越嘅心理防線。只要一收工返到屋企，見到老婆黃如麗塊面，就算係戲入面對手產生咗一啲微妙嘅感覺或錯覺，都會即刻煙消雲散。佢曾經係專訪入面坦言，自己係業外從來冇所謂嘅，抽離唔到。放工返到屋企嗰一刻，就係角色嘅開關被熄滅嘅時候。演藝圈嘅風雨從來未停過，謝修亦曾經歷過差啲致命嘅低谷。拍《楊門女將》期間，佢身體突然亮起紅燈，患上一種極為罕見嘅消化系統怪病。嗰段時間，佢嘅胃部幾乎完全失去消化能力，食落去嘅嘢根本吸收唔到，就算只係一條菜，都會原封不動排出體外。短短一個月內，佢嘅體重由150磅瘋狂暴跌到105磅，成個人瘦到走晒樣，行路嘅力氣都冇。面對呢種突如其來嘅厄運，老婆黃如麗冇流露過半句怨言。佢四圍帶住老公去睇醫生，試偏方，試勻晒都冇乜效果。嗰時嘅謝修大概第一次感受到命運嘅沉重同無力，而黃如麗係佢身邊唯一揸實嘅手。最後係好兄弟鄭少秋向佢伸出援手，介紹咗一位太極拳師傅。謝修跟住師傅練咗3個月拳，身體嘅異常先慢慢消退，胃口亦漸漸恢復。1989年，正當謝修嘅事業如日方中，佢卻做出一個令業內外都愕然嘅決定，帶埋老婆仔女成家人移民加拿大溫哥華，並宣布息影，轉行做生意。做出呢個決定嘅原因極之簡單，甚至顯得有啲傳統。為咗俾當時仲細嘅仔陳宇森一個更純正、更優越嘅成長環境，一個係片場叱咤風雲幾十年嘅明星，放低手上嘅劇本，走進加拿大嘅工廠車間。佢接手咗一間無窗工廠，跟住工人一齊研究機器，學習技術。嗰陣嘅謝修徹底除低花無缺同慕容復嘅貴公子外衣，變成一個為頭家生計奔波嘅普通生意人。雖然後來有港媒報道佢晚年住緊大令池嘅豪華別墅，但係加拿大嗰段日子，一切都要佢由零開始。佢曾經喺訪問入面提起嗰段艱苦嘅歲月，說話之間冇絲毫對往日光環嘅留戀，只有作為老公同爸爸嘅責任感。喺加拿大做生意的12年入面，佢同老婆黃如麗同甘共苦，生意搞得有聲有色，直到個仔大個成人，佢先重新帶住屋企人返香港。喺2000年簽約 TVB 再度復出。謝修嘅獨仔陳宇森完美繼承咗佢嘅外貌基因，都係一個演員。喺爸爸嘅光環之下，陳宇森低調而勤力。佢大約係2017年同之前係有線電視台主播嘅林佑慧結婚。2022年12月，陳宇森同林佑慧嘅女出世，75歲嘅謝修正式升呢做爺爺。個女嘅出世帶俾呢頭家極大嘅歡樂。謝修睇住孫女嘅小手，眼裏面係慈愛。對於新抱林佑慧，謝修一家表現出極大嘅包容同支持。林佑慧婚後唔再做電視主播，轉行做 KOL。作風極之大膽，試過喺直播入面淨係住內衣示人，引嚟唔少閒話。對於呢啲，謝修唔單止冇介意，反而一直將新抱當親生女看待，話自己當佢係親生女一樣，認為個只係後生仔嘅工作方式。講起謝修，仲有一個繞唔開嘅名，就係米雪。兩個人係香港演藝圈公認嘅二難題組合，喺熒幕上兩個人係糾纏咗幾十年嘅冤家。自1979年 TVB 版《絕代雙驕》首次合作以來，米雪同謝修已經夾埋演過5次情侶。可惜嘅係，每一次喺劇入面兩個人都因為各種原因無疾而終，結唔成婚。戲裏面痴前半生都冇結果，戲外兩個人卻係無話不談嘅知己密友。到咗2024年，兩個人去馬來西亞拍新劇《名門》，戲份入面謝修做富商，
美樹做佢嘅第二任老婆。對於今次終於修成正果做夫妻，謝修喺媒體面前開懷大笑，取笑米樹話：樹姐一路都唔肯應承我，今次我哋一開始就係夫妻，我終於有結果有答案啦。隔籬嘅米雪都笑稱兩個人默契太夠，謝修一貫嘅靚仔、有型、有錢角色形象，總係可以完美配合兩個人呢種亦知己亦拍檔嘅關係，成為圈內一大美談。而家嘅謝修年近80，但如果你影喺香港街頭撞到佢，恐怕會以為呢個只係個精力旺盛嘅中年辣叔。就係2025年6月，有網友喺香港火炭拍到77歲嘅謝修，嗰陣嘅佢著住黑色外套同深藍色牛仔褲，條腰骨挺到直一直，步伐輕快，緊緻嘅皮膚上幾乎睇唔出太多皺紋。呢種唔老嘅狀態，俾網友們笑稱係食咗防腐劑一樣嘅凍齡。更令人嘖嘖稱奇嘅係，佢為咗辟謠話自己身體唔舒服嘅傳言，仲專登錄咗段片，片入面嘅佢二話不說，直接趴喺地上一氣呵成做咗10下標準嘅掌上壓。喺呢一身硬淨嘅背後，除咗堅持每日喺跑步機上半個鐘至45分鐘嘅快步影同柔軟運動之外，更隱藏住佢面對人生曲折時個分從來冇倒下嘅韌性。當然，邊個嘅人生都免唔咗有瑕疵，就算係謝修呢個咁完美嘅形象，喺近年亦曾經因為個人領圍捲入風波。據相關司法資料記載，就喺2026年，佢因為涉嫌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嘅領圍，被檢察機關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，係78歲高齡遇上官司，對於任何人嚟講都係沉重嘅打擊。但謝修選擇正面承擔，呢亦都係佢硬淨人生裏面不得不跨過嘅一道坎。謝修嘅一生幾乎就係一部濃縮嘅香港影視興衰史，從粵語片童星到 TVB 第一代小生，從做槍廠老闆到回歸老戲骨，佢見證咗行業嘅起落，卻始終冇被時代遺棄。佢住過出租屋，亦住過豪宅，經歷過事業嘅低谷，亦上過人生嘅巔峰。但佢嘅雙手係攞起過獎杯嘅同時，亦曾經喺車間嘅生產線上沾滿油污。佢嘅雙眼係望過無數鏡頭嘅同時，亦曾經喺深夜為老婆、為病痛翻來覆去。78歲對於謝修嚟講，從來唔係一個需要退場嘅年紀，佢只係一個新章節嘅開端。